歡迎收睇選舉快訊，我係你嘅主持人 Marco。哈朗市嘅議會選舉啱啱係今日結束，點票結果亦都啱啱出嚟，我哋一齊睇下選舉結果啊！首先，我哋睇一睇議席分佈。哈朗 City Party 喺今次選舉係大贏家，佢哋喺11席嘅議會裏邊獲得咗4席，並且將會同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。新成立嘅政黨 DAB 喺今次選舉獲得咗2席。Coconut Mall Party CNP 喺今次選舉裏邊獲得咗1席。在野黨方面 ，Living City Party 喺今次選舉獲得咗3席，而主打環保尚未表態支持執政黨定係在野黨嘅 Haronian Green Party 獲得咗1席。今次選舉 Haron City Party、DAB 以及 CNP 將會組成聯合政府，共同執政嘅。而家我哋睇一睇各個政黨嘅得票率。Haron City Party 喺今次選舉得票率最高，擁有36.11% 嘅支持度。其次係在野黨 Living City Party， 佢哋嘅得票率係22%。DAB 有16.67%，CNP 有11.11%，Haronian Green Party 有8.33%，Business Party 有5.56%。值得注意嘅係 Business Party 喺今次嘅選舉裏邊並冇獲得任何嘅議席。今次嘅總投票人數係39人，當中有3張廢票。發言人表示，今次嘅選舉係破，不論係投票人數定係參選嘅政黨數目，都係破咗上屆選舉嘅紀錄。好啦，而家將個情況交翻俾主持人啦。今次選舉快訊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